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您收看12月初3的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昨屏东的东港迎接大甲妈，也毋过煞传出了警的工作人员，敢若是发生食物中毒的情形，一直到昨暗9点半，拢总有69个人送病院，其中1个人住院，另外8个人是当咧观察当中。即马屏东的卫生局已经开始来调查，希望讲会当赶紧来确认食物中毒的原因。 屏东东港热烈迎接地方的大代志，台中大甲妈100年来第一面南巡到屏东，8日有3000人来到东港，东亮宫也用上悬的规格迎接大甲妈圣驾，现场快甲满。两个来，拜托一个好。不过活动所传出，敢若是食物中毒的代志。屏东县卫生局伫昨下昼4点外接到病通报。 讲有了警的工作人员出现流清汗、吐、甲流的情形，到暗时9点半，总共有69个人送病院，其中1个人住院，8个人留院观察。屏东县长周春美也赶来病院关心，要求要赶紧查清楚原因。那我也已经在第一时间请这个辅英医院跟安泰医院，就我们的医疗能量尽力的救治跟照顾。 那后续的调查、稽查，我们就整个卫生环境，还有厨余、还有厨工等条件去调查，到底原因是什么？初步了解，工作人员敢若是伫咧半路或者是香客大楼内面有食沙西米、饭、汤这款食物料，出现身体无爽快情形。屏东县卫生局已经开始做采样的调查。 并且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到现场做卫生稽查，进行环境检体采样，调查食物中毒的来源了，会赶紧公布调查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寿丰的盐寮村附近的水溪，昨传出有1个人落去耍水，煞失去联络，目前这个人也被找到。有6名民众于此处来从事水域游戏活动。 那当民众上岸的时候，他同伴有5名上岸，但有1名一直到现在没有上岸。他们是一群人从北部下来玩的。那目前据了解，他们是自己一个团队自己下来玩的，那没有教练去带。 这救援人员是表示讲，海巡署伫昨晚暗暝的时，也就是5点半左右的时阵接到通报，所以这个海巡甲空勤全部拢出动去找人。根据了解，是有1个姓郭的男性，伊带2个囡仔甲朋友，拢总是6个人落去耍水。也毋过要上岸的时阵，所发现讲，这个姓郭的爸爸无起来，可能是因为收了有较远，所以才会找无人。也毋过因为昨这天色暗了后，视线无介偌好，所以今仔日早起才阁继续来找人。政治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总统大选，即马剩40多天尔。国民党的侯友宜甲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拢走中部造势，有互相拼场的意思。这个侯友宜是来批评民进党抹黑伊支持一国两制，也那赖清德是点名台中的捷运这个经费的问题。另外，郭文德伊是来口说拿赢甲立赢，伊嘛坦白讲，民众党最近有债务的问题。 支持者热情发口号，前行政长苏清昌嘛到场收听。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初二拍6战，早起先到平湖取票，下晡到台中替党籍立委参选人张廖万坚徛台。暗过嘛点名台中市政府应该都要讲好清楚中间马线，经费是安怎增加遐尼济？变1615亿，加600几亿，加60几%啦，而且路线佫改变，唔是。 民进党政府无要支持，咱嘛希望台中市政府好好来说明，这种种的问题要安怎来克服。罗小培全国竞总初3要伫台北成立，包括总统蔡英文、行政长陈建仁拢会出席，要拼团结胜选。支持者人机啊，小田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出来徛台。国民党侯友宜早起接伫台北成员党籍立委参选人徐卡心，下晡就到彰化。 甲赖清德伫中台湾拼场的意思真重，也搁再攻击民进党。连你的保释性招待你都唔知吗？连你的委员亲中你都唔知吗？这些代志你都不爱讲，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腐败。换侯友宜成立新的特侦组，一家一家甲搬出来。侯友宜甲中华乡亲保证，连做当选半年来一定会来中华，替中华解决建设卡关的问题。台湾的选择。
民众党郭文铁伫双北体当一立委参选人有关声势，不过猜郭文铁提起民众党财务正严，外界放弃目前财务敢有法度动到预定的8场造势活动。郭文铁是讲，民众党的财务一直拢离破产林啊。其实他民众党从头到尾都濒临破产边缘，选举不一定要像国民党、民进党那种选举方式。我相信大家也不是那种游览车载来的啦，发2个便当啦，还要看看是不是双主菜便当啦。郭文铁一定初三到台中替当届立委参选人蔡壁如徛台，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拢会伫伊到位进前离开。外界解读若被合示范区有淡薄仔解药，郭文铁是讲大家方便就好，袂故意去互人歹做。记者综合报道。澳洲、英国甲美国强调讲会来深化 AI 智慧科技的合作，因也会加强这个追踪中国的创水艦。这个学者是来分析讲，面对这个中国的扩大，三国会做伙联手来阻挡。也若台湾方面，学者是提醒讲，有关爱来注意台海的局势。美国、澳洲甲英国三国国防部长初一伫加州会面，要深化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强化伫深空雷达、人工智慧甲量子运算系统方面的高科技合作，会斗阵支持 AI 系统分析、成立资料，追踪中国潜艇。I think today's meeting will be regarded as a critical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Pillar 2 of AUKUS, and that is the sharing an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between our three countries. We're innovating with cutting-edge tech in several area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lectronic warfare, and quantum technology. 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科德尔坦白讲，对着中国方面伫台海、南海这区域有挑战意味的军事行动合作真重要。学者分析，三方面安全伙伴关系原先是要强化澳洲的战略战略，就三方面更要斗阵加强，阻止中方愈来愈增加的威胁。强化美国的嚇阻实力，那同时增进美国的外交的结盟跟伙伴的关系，能够去因应可能对他的挑战。大概一般所判断对象，主要目标还是会包括中国大陆。台海局势紧张，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表示，台湾并无真紧迫的核武力侵袭威胁，美方为台湾防卫性武器承诺未改变。学者认为，台海原存在着风险甲挑战，以中长期来看。两方关系稳定，必须爱管控好。美方会希望两方沟通，台湾嘛爱强化自我防卫。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甲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张国道3号苗栗通宵发生电缆搭到车道意外，有7台车去互电缆线搞到，也是闪到，造成1个人死亡，也是5个人受伤的意外。台电表示，迄当阵当咧换线路，所以无想到讲电缆线线断去，所以向社会来回释的，也设立应变小组配合调查。中国时报。美国财政部发布新的规定，为明仔每年开始，若准是电动车的电池这个原料，是对中国、俄罗斯啊，也是北韩，甚至是伊朗进口的，拢会开始来扣税。也毋过，这项新的规定，也是为一寡有甲中国合作的美国厂商保留空间。自由时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伊讲，台湾目前无及时的威胁，所以免惊中国会来攻击。而且，这个美国对台湾军事武器是甲台湾所面对的这个威胁的程度有牵连的，所以美国的承诺袂改变。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以色列甲哈马斯这个停火协议已经到期，所以即马佫开始来烧战啦。以色列讲，这个哈马斯伊是违反协议下火箭，所以以色列就发动空袭，造成上无有175个人死亡。也若这个互哈马斯掠去的泰国移工人质，即马已经平安回国。伫加沙经过战争真无简单，才换落来反恐甲穆尔坎，真欢喜甲厝内底人一日斗阵食饭。菜色虽然真普通，就是因上界思念的故乡味。两人到以色列工作已经4年外，打算明年钱欠有够了后，转来泰国结婚。10月7日以下爆发冲突了后，两个人互掠做人质，伫加沙度过人生上界黑暗的50天。พวกเราต้องรอดต้อ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ต่างๆมา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ราก็ทำหน้าที่ได้แต่นั่งรอนอนรอ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ให้กำลังใจกันครับมันตายแล้วเกิดใหม่เลยแหละ
以下爆发冲突进程，以色列大约有3万多名泰国移工，因大部分来自泰国东北偏乡，离开故乡到以色列农作区去工作赚钱。泰国政府指出，哈马斯杀害39名泰国人，加32人该掠走。头一批得到释放的泰国民众，伫这月30回国。另外，即阵也有9个人伫等待救援。以色列甲哈马斯伫停火1礼拜协议伫7月1日到期，双方随即搁再点度战火。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发射火箭弹，美国也谴责哈马斯违反这个协议。Hamas reneged on commitments it made. In fact, even before the pause came to an end, it began firing rockets before the pause had ended. 以色列对加沙200个哈马斯据点展开空袭，加沙南区的甘尤尼斯市的病院送来真侪伤者。哈马斯也反抗美国甲以色列爱为这上升的冲突来负责。حقيقة يعني احنا نرجع الفشل للطرفي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أمريكي. الطرف الإسرائيلي يوم أمس بالليل كان واضح أنه هو يريد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قتال. 停火期间已经有100多名连接得到释放，130人有完被劫持。另外，以色列军队伫7证实有6名连接已经死亡。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亚洲的棒球锦标赛16月初3，也就是今仔日已经起过啊。这站互人上关注的，就是要创下世界红布朗纪录的，互人号做棒球之神的恶送王晶治，伊为大巨蛋投出第1球。这个王晶治是认为讲大巨蛋会当来改变台湾棒球的环境，那祝福咱台湾队会使攻赢韩国，嘛希望讲3冬后的经典赛会当有好的成绩。王政之先生投出，邀请伊为台湾头一组巨蛋棒球场开历史性头一球。王晶治投一粒骨限制，有淡薄仔歹势，向担任保守的棒协理事长高中良致意。不过其实伊已经83岁，虽然战赢胃癌，身体早就甲较早无共。为了见证台湾棒坛重要的时阵，连主治医师都同齐来。やる場所によってレベルがガラッと変わります。この台北ドームを見て、ものすごい将来に対して明るい希望を持ちました。生活在日本是到今天为止，他拿的国旗还是中华民国。王晶治讲，环境受影响，大巨蛋一定会当为台湾棒球带来改变。实际参观了后，伊认为关岛悬嘛真水，肯定台湾大巨蛋比东京甲福冈的巨蛋更加好。选手伫遮比赛爱有自信，毋那期待明仔载台湾会当赢韩国。3年后的经典赛，伊原来有真大期待。私の希望は3年後の WBC で日本チームと台湾チームが手を携えてアメリカ・ロサンゼルスへ乗り込むことです。感念王晶治对台湾的情感，甲对棒球的付出。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发台北市永固市民证予伊。那亚锦赛初赛开幕前，拄好甲福冈2人演的新人日团人夹工。本身是会长的伊，一定爱赶回去。不过王晶治是讲，若做伊身体无问题，希望后一届会来大巨蛋看台湾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国外举办真侪档的大历史比赛，即马嘛伫台湾来开始啊！台湾第1届的大历史比赛有来自300多位选手，伫无共量级、无共项目来展现因的力量。徛好在用全新的气力也采考，40来位参加男子80公斤级大历史比赛选手，爱伫70秒内底选择会当摕1分的65公斤，也是会当摕3分的80公斤，尽可能完成较侪届。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天分很好的一个运动员，但是我就是很愿意投入在训练上面，对，所以我觉得勤能补拙啦。严宏运平常时是肌力甲体能教练，是110年甲111年青年杯健力比赛第2甲第3名，嘛是去年台湾大历史示范比赛80公斤级冠军。实力坚强的伊想卫冕，也毋过这届比赛参加的人真多，律师、医生、护士、警察、军警消，然后素人、教练，几乎所有社会的众生相都在里面。主办单位指出，甲亚当、甲健力无共，需要精深的技术。大历史比赛是透过多元器材，用测力来展现强壮。这2年看到愈来愈侪人介意，也毋过头一届正式比赛是真困难。
因为无人知影安怎办，会当互一般观众看有嘛看捌，选手是咧比赛，毋是咧耍。记者小新这边台北报道。另外，伫苗栗的公馆乡有一搭果子园，最近几冬定定有石虎出现，因会来偷食鸡仔，结果这个鸡仔煞因为上过紧张，所以拢毋敢转去鸡巢歇困，规暝拢眯伫个树仔顶咧困。石虎夹着一只鸡仔，真细腻的慢慢离开。果子园内底生态摄影机，甲石虎的每一个动作拢翕落来。苗栗公馆一位果子园，因为饲了放山鸡。近年来，常常有石虎走入去果子园内底偷食鸡。果子园的负责人最近发现，伊所饲的鸡可能因为安尼唔敢转去鸡寮，出现比咧树仔顶困的奇怪画面。晚上的时候呢，师傅从这边来，从这边鸡舍里面叼走鸡。那么叼走鸡以后，鸡受到紧迫以后呢，现在每天晚上几乎都是睡在这边，就是树上。果子园负责人表示，虽然损失并无大，但是几啊届去互石虎入侵，嘛是有通报苗栗县府。苗栗县府农业处前往装饰生态摄影机，已经翕到袂少间石虎的身影。除了通报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嘛协助农民改善果子园的围篱，降低石虎入侵的记录。那边本来就是石虎会利用的栖地，它原来的那个围网的高度大概150公分，它的那个场域蛮宽的，那就是建议说它在原来的围网上面可以增加，就是石虎不好让它爬上去的那一种网子。苗栗县农业处表示，目前生态基护专案。通报有3000块的奖金，经过架设生态摄影机了后，翕到石虎，也佫有1万块的奖金，希望会使至少补偿农民的损失。记者苗栗综合报道。伫台湾差不多有8成的两家，因一世人拢干来会当关伫个一家一家的笼仔内底生活，都连翻身都有困难。所以即马民团是招100多人去到凯道为遮的家母来发声，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立法来禁止搁去笼仔家场。百位民众徛伫个A4大隧四角裤裤内底，点见家母一世人互饲伫个即个细鸡仔笼仔内底，拢袂叮当，前痛苦心软的情形，希望替家母争取基本的动物福利。连转身的那个空间都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这种环境好几年，然后我每天就是一直生蛋。我们在帮助动物，也是在帮助自己。养母鸡的环境太差，所以就算我们台湾养了很多只母鸡，我们生出来的蛋还是会不够。台湾到即种医院有8成两鸡使用细鸡仔笼仔来饲，平均2只到4只鸡母拢互关伫个 A4大细真细鸡笼仔内底。民团认为，身心无健康的鸡母破边甲一边的大量曝晒，互台湾限入拢无到2个风险内底。核心问题就是产业落后，价钱袂好。政府的大型的团膳采购或者是营养午餐，能够支持这个友善的鸡蛋，让转型的蛋农它就有获得了市场的支持，这样慢慢的蛋农当然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愿意来转型。第一步都是要用法令先禁止，不能再新盖、新增建新的格子笼，让旧有的格子笼用10年的缓冲期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去逐步淘汰它们。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提出3大诉求，包含保障两鸡基本的动物福利，马上禁止新起的鸡仔笼仔，两鸡场产业升级现代化，2030年完成两鸡优先饲养的转型，也有食农教育推广，特禽优先饲养，建立永续的粮食系统，邀处方饲养业者来分享。放养的成本并不会说到非常的大，笼式的鸡，它们产蛋环境不好，产蛋率就会相对的比较不 OK。那你如果说鸡快乐的话呢，它的产蛋率就会比较好一些。业者认为，随着食品安全受到重视，市面上接受可能的消费者愈来愈多，鼓励传统饲两鸡的农民勇敢跨出第一步，迈向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对各位来说，槟榔是国际公告的第1级的致癌物。即马台湾的槟榔防治联盟是甲成大的工会所来合作，抽验19县市拢总116件的槟榔，结果所发现讲，这当中有87%拢有违规的农药残留。老岁仔点白花，卷起来搁踢入去槟榔内。台湾捕槟榔的人，因为愈来愈注意健康，渐渐减少。不过，也是有中高龄长辈甚至少年人会捕。台湾槟榔癌防治联盟甲成大工会所合作，抽验19县市所卖槟榔，发现有87%有无核准的农药残留。
64.7% 的样本是陶斯松，是在明年4月就要全台禁用的一个农药，可能会导致儿童的过动症、自闭症、智力下降相关的一些症状，但是这却在我们这次的样本里面是最大的占比。成台样本拢总116件，其中101件验出无核准的农药，而且种类有62种。那陶斯松互人封做亚教死神的假保符，危害蜜蜂生态的易达胺拢有，对咱人甲环境有害，而且是争议性真悬的杀虫剂。口腔炎是咱国男性上接款的癌症之一，保冰能得到口腔炎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8倍。民团甲学者呼吁政府爱赶紧立专法，同时辅导槟榔产业转型退场，安尼才会当真正守护国民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在2019年过身的台独工作者苏明，过去在戒严时期，捌在日本来开一间餐厅做基地，计划要来推翻当时的威权政府。伊当阵以秘密的通信方式，也有炸药的试验场等等。即马当地的苏明的文物馆来展出，要让民众知影伊的经历。这个红砖大的灶本体原底伫咧台独工作者苏明伫日本伊克布库罗开的餐厅新丁比5楼。不过，这个灶毋是用来煮食，是用来试验炸药啊。伊做诶炸过一个门啊，地下若去吼，伊就甲因讲做炸药啊。伊就比例重重的啊，甲下入去门关个，砰，直接伫咧内底去咯。地下工作人员去，就是讲试看卖，互伊迄种训练迄种胆量啦。所以讲，它的炸药的量不是那么多。伫台湾戒严时期，苏明伫体制外秘密行动，以新丁比做基地规划革命。因为来往的批信拢受监控，也互伊发展出秘密通讯的方式。今天假设我要使用“史”这个字，然后我要使用“明”这个字，但是我不能把这个2个字写出来，我就会把“史”后面5个字的“丁”，“明”后面5个字的“谷”，我就写“丁谷”。外界看到“丁谷”。只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个过去苏明进行地下革命工课所使用的方法甲记录档案，拢伫苏明文物馆展出。白色恐怖啦，独裁统治的情形之下嘛，种台湾人大部分讲也拢唔敢讲，但是伫咧水面私底下有真侪人伫咧做。迄就是秘密的地下工作。民防讲，基金会望透过整理这挂档案，通以台湾人的观点，互少年辈了解过去的历史。未来音乐规划定期伫日本的新丁比举办导览，互民众更加了解迄段历史。记者郑俊佑新北报道。彰化县南北馆的音乐戏曲馆举办台语文化体验日，邀请到今年团结金曲奖的评审团甲得奖的团体，做伙来办趣味的布袋戏出。狗跋落去，树骹去弄着狗，狗嘛走，狗嘛走，唔知狗惊狗，还是狗惊狗。用搬嘴音来表现台语的声调变化，这是伫今年团结金曲奖摕到评审奖的广兴国掌中剧团带来的台湾趣味布袋戏演出，请不少家长带囡仔来看戏。像我布袋戏较少看，拄有这个机会，所以带囡仔来去看卖安尼，还接受这传统的表演安尼。有台语的课有课，所以就带来参观看卖，看对台语。加一寡台语的兴趣。彰化县南北馆音乐戏曲馆举办台语文化体验日活动，邀请广兴国掌中剧团演出，用台湾金光布袋戏来改编，加入台语教学的内容，希望让囡仔人理解日常当中的台语用法。阮拢希望讲用阮的戏。互咱的观众朋友伫日常当中用会到的台语摕来用，所以阮即届戏内底大部分用的拢是咱日常生活，比如讲12月洗汤真病，1+2顾蒙拉减洗裤等等即种台语文。林凤宪团长表示，布袋戏演出有真侪一曲仔话，有美彩，希望民众透过趣味演出，伫娱乐当中来学习认捌台语的智慧甲奥妙。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7到22度，中部地区16到26度，南部地区16到29度。
东部地区是18到26度，外岛地区是15到2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